金片分客仔上集。真久真久真前，一个真好的时代。虽然讲迄毋是我的时代，嘛毋是你的时代。凡事要认真甲计较，迄嘛无算是任何人的时代。伫迄时，有一对翁仔某，因有一个后生，名号做Jack。Jack 真爱看册，伊定定看，时常看，不时就咧看，因为因爸母就住伫稀微的深山林内，佮内底的一间古间厝。因毋捌见过爸母以外的任何人，所摆伊变甲足期待去外口的花花世界行看看咧，去看迷人的公主，也是讲亲像即款的代志。有一天，Jack 甲因老母讲伊爱出发啦，因老母就甲念讲，伊是一个头壳空空的囡头。毋过因老母嘛讲，伊伫厝内有那无啥路用，不如去外面找看有啥物好康的无。煞落，因老母就甲问讲，伊是想要炸一粒细粒仔的鸡卵糕伫炉里食，阿母嘛会甲伊祝福，也是讲想要炸一粒大粒的去，毋过阿母会甲伊咒惨。Jack 是一个足枵枵的少年仔，伊规气就甲因老母应讲：阿母啊，我要大粒的，劳烦你。所摆因老母就去做一粒有够大粒的鸡卵糕。伫因后生出发的时，伊就爬去你厝尾顶，一直甲伊咒惨。直直到Jack已经行到无看的人影，你嘛知啦，约束就是约束。因老母嘛是顾不将，毋过咒惨咒煞了后，伊坐落来就哭啊。Jack 行无偌远，就来到一片田地。因老爸拄好伫遐在犁田。因老爸人真好，听到讲因囝要离开，心内是有够艰苦。佮听到讲因囝竟要互老母咒惨，佮较食力。所摆因老爸想真久，想要找一个会当挽回的办法。落尾，伊为落地仔内认一个细细鞋仔，金仔做的片分客仔，甲摕互Jack，讲若是讲你雄去拄着性命的危险，你就会当甲即个客仔开开，嘛干那伫迄时才会当开。即个片分客仔已经伫咱家族传真侪年啊。毋过，就是咱爸仔囝一直拢伫深山林内，点点在过日子，拢无拄着爱甲摕出来用的时机。凡事这你用会着啦。Jack 就甲迄个金片分客仔地咧，继续上路啊。Jack 佮行一阵仔了后，伊变够忝，够枵。煞毋知伊出发了后，头一件代志，就是甲伊迄粒大粒鸡卵糕食了。当天色已经变甲暗蒙蒙，路嘛差不多拢看无啊。毋过尾去互伊行到一间大间厝体，伊就行去因的后壁门，拜托人互伊食较大。即个少年仔Jack实在是生甲真缘投，所摆迄间厝的女仆，随着叫伊入去伫壁路边佮互伊真济好食的肉、芳，也佮有蜜露，嘛真拄好。Jack 当咧食暗顿的时，迄间厝的主人，伊迄个长青春、个性活泼的查某囝，来到灶骹去看到Jack。伊就走去甲因老爸讲：
灶骹呢有一个缘投的少年仔，开天地都毋捌看过遐缘投的。佮讲，若准讲老爸有听伊，就爱找寡石头互即个少年仔做。即个家的主人有影是真挺性伊即个青春活泼的查某囝，无想要切伊的意，所摆伊就行去后壁灶骹，问Jack会当做啥款的工课，做你吩咐。Jack 真阿萨利，随着甲主人安尼应。当然，伊的意思是讲，这厝内啥物六个、十个的工课，伊拢无问题。毋过，迄个主人想到的是一个会当互伊迄个青春活泼的祖囝欢喜，佮会当省麻烦，毋免请即个Jack做工课的办法。伊就悄悄甲Jack讲。若是啥拢会使的，少年家，安尼我甲你讲，伫明仔载早起8点进前，你爱伫我的厝头前挖一个湖，湖的岸边设一个总会强的，爱有4英里遐长。迄湖面顶，敢有一队军舰伫遐，军舰搁着爱摆咧伫我的厝体头前，放礼炮加致敬。上尾弹出来迄粒炮，爱准准拍着阮祖囝眠床4支骹的其中一支，通互伊精神。伊则袂像之前安尼，逐工拢困伤晚。Jack 听主人讲了，惊甲真食力。毋过阮仔嘀嘀嘟嘟甲主人问讲：啊，若是我做袂到咧？主人语气真平静，甲因讲：若是安尼，你的性命就会无去。过来，伊阁吩咐下骹手人甲Jack带去塔尼的一间房间，阁甲伊锁伫房间里。即马Jack坐伫眠床边，想要甲拄则的代志想好清楚。毋过伊嘛是感觉家己完全拢啥无踪。所摆，伊决定要放弃，无爱阁思考，伊就开始困静的祈祷，祈祷煞就倒落去困，阁有影困死去。伊阁精神的时，已经强要8点啊，Jack敢若下俯窗撞去窗仔口遐看，共迄个时间，塔顶的大钟已经在哼哼叫。差不多要开始弹8点的钟声，厝头前的草圃仔呢，拢是发甲甜甜的玫瑰、紫罗兰甲草菊啊。这时，伊才雄雄去想到迄个细细矮矮的金片粉客啊！我即马离死无偌远啊！Jack哪念哪甲摕出来开开，伊拄甲开开。客仔内就随有3仙看起来笑亏笑亏的红人跳出来，细仙细仙，虽然阁拢戴一顶红色的裙帽，哪热目睭哪哈戏，看起来就是去互关伫井内底真济年、真济年、真济年啊！迄红人沿路哈戏，沿路问Jack讲。主人，你想要爱啥？这时Jack已经听到大钟在哼哼叫的声，伊知影时间已经真迫，连一个仔嘛袂当牵着，伊就像连珠炮安尼，甲迄寡命令拢讲出来。过来时钟就开始弹，迄3仙红人嘛飞出窗仔外，只是雄雄蹦。蹦蹦蹦蹦蹦，炮声一直弹，上尾一炮，百面是有甲4支骹的眠床，其中一骹拍断去。因为迄个青春活泼的查某囝，即马当徛伫窗仔边，戴裙帽啊，目睭铁到大个，咧看迄拍一连顿爱4英里的湖，甲湖面顶的舰队。看甲规个人拢戆神去，Jack嘛同款，
伊规世人都毋捌看过即款光景。若毋是刷落来，迄3仙红人为窗仔外飞转来，要爬入去金皮粉起来时，去甲搅扰着。伊阁感觉看无够开咧，因3仙叫一个西面讲：“主人，你后面若需要阮的时，爱互阮较侪时间准备咧啦。”讲煞，就甲客仔关起来，煞落热。就听到因伫客仔面哈气，准备要困啊。咱会当想象啦，即间厝体的主人带一个拢戆去，伊迄个青春活泼的查某囝咧，伊当场就宣布讲，伊干那会嫁互即个有能力、有才调做这遐奇妙的代志的少年人。事实上，自因两个头一遍见面，就互相有意爱啊。毋过，因老爸人真谨慎，伊讲：“宝贝仔囝，有影啦。这个少年的看起来确实是真高，毋过这嘛有可能是运气伤好，毋是伊本地就真有才调。凡说伊有啥物臭空，咱阁毋知。”咱一定爱搁甲试一遍。来，伊就甲热讲，阮查某囝一定爱有一间水厝通住。所摆伫明仔载早起8点之前，屋的中就要有一栋气派的城堡，城堡就要起伫12支金仔做的大条顶悬。城堡的边仔搁要有一间教堂。所有的一切拢爱为新娘穿甲便便，而且8点截到。教堂的钟声就爱弹起来，为着这个婚礼弹起来。若无，你的性命就会无去。